發現喺宏泰、宏道、宏仁同埋宏志四棟大廈，一共有7個分佈喺高中低層唔同嘅地方，所採集到嘅樣本呢，係未達到阻延測試嘅標準嘅。廉署喺上個星期四11月27號成立專案小組，就雲福苑維修工程可能涉及嘅貪污展開全面嘅調查。到目前為止，我哋一共拘捕咗12名人士，包括工程顧問、承建商同埋搭棚嘅判頭。喺貪污嘅調查期間，廉署發現工程曾經使用未達阻延標準嘅防護網放咗喺棚架上邊。事源喺今年嘅7月之後，因為颱風襲港期間破壞咗原先安裝喺棚架嘅防護網，於是有涉案人士喺一間本地嘅供應商分批購買防護網以作更換。證據顯示，涉案人士以每卷54蚊買咗2300卷，約75000平方米。但係呢批嘅防護網係未達防阻延嘅標準嘅，咁佢就將呢啲防護網就替換咗損壞嘅地方。呢批防護網我哋計算之後係足夠可以包8棟大廈。咁今年10月尾喺中環發生一宗涉及棚架防護網嘅火警，涉案人士擔心佢哋嘅棚架防護網會被抽查檢驗，為應付檢測，涉案人士喺同一間嘅本地供應商以每卷100蚊購買115卷，約3700平方米。呢批防護網係達阻延嘅標準嘅。咁佢哋就將呢啲防護網就裝咗喺每棟樓宇嘅棚腳嗰度，以圖魚目混珠，成功喺往後嘅測試結果獲得合格嘅結果。